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贏馬強心針啊！今日係5月8號，我哋為你帶嚟兩場明天精選沙田草地嘅賽事。不過俾貼士之前呢，我哋俾阿強哥講下我哋上次貼士嘅結果啊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咁我依家睇翻上次我哋貼嘅賽果係如何啊？首先上次第二場我哋係貼9號機械騎士、8號銀亮豪俠、10號爆熱、6號辣德金同埋3號後無來者嘅。咁睇翻賽果，第一名係9號機械騎士啦，第二名係爆熱，第三名係喜行，第四名係銀亮豪俠。咁我哋貼士裏邊都中咗3隻嘅。另外第二場賽事精選賽事就係第5場嘅。第5場裏邊我哋貼嘅號碼係1號飛輪霸、2號光年情長、10號加州勇勝、7號韓至尊同埋3號嘅顯勝高升嘅。咁賽果我哋睇翻啦，跑出嚟嘅名次係第一名10號加州勇勝，第二名3號顯勝高升，第三名2號光年情長，第四名1號飛輪霸。咁我哋貼士裏邊係4隻全中嘅，咁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啦。好，依家嚟我哋講精選賽事啦。聽日沙田跑11場賽事嘅，用 C 跑道，全部都係草地賽事啊。咁精選2場賽事俾大家。第一場就係第二場4班12米。好，咁首先我哋睇翻呢場嘅步速係如何先啦。第二場會放頭嘅馬，正常就係北地烈馬啦。咁奇異歡聲呢隻口馬應該都會跟到前嘅，咁當然揾到遮擋跑嘅係最好嘅跑法啦。另外有前速嘅應該就會係朗日自強啦。另外前速馬就唔多噶啦，正常3隻，估計步速就正常嘅。好，咁我哋揀馬。首先1號北地烈馬，今次北地烈馬狀態好好噶，上場雖然退出咗，今次揾翻下袁幸堯上去孭減少10磅嘅話，呢場快馬唔算好多。咁佢路程首本1200米又贏過3次喎，3檔出閘只要貼到欄領放，賺到形勢，好着數㗎。馬匹狀態冇問題，呢隻第一隻要揀嘅。第二隻要揀嘅係2號馬池登，呢匹馬越跑就越進步㗎啦。上次直路全程都未能望空，咁都可以跑到個第4，依家平59分，證明佢有力贏馬嘅。第三匹要揀嘅就係5號奇異歡聲。奇異歡聲上場跑1004米，途程好明顯就唔合嘅，跟住場地又唔係好理前置，之後同場嗰隻加州勇勝呢，啱啱喺泥地1200米都保中翻嘅。另外478場次嗰場呢，佢跑贏過手機標霸喎，之後手機標霸連贏咗2場，證明賽績都硬淨嘅。今場換翻貴福特嘅殺手田泰安上去，有力一爭㗎。第四隻要揀嘅馬就係4號朗日自強。季初52分嘅時候呢，佢贏過一場1004米嘅賽事，依家繼續跑翻近2場跑馬地有獎金收嘅1200米，轉翻過嚟沙田跑1200，換翻贏馬拍檔奧爾文，有力一爭㗎。另外第5隻馬我哋揀嘅係7號川河石區，上次排13檔出閘，全程咧佢都走4碟嘅。咁呢個敗績可以抹去啦。咁今次衝再出，換翻莫雷拉上去排翻嗰一檔，希望莫雷拉推到隻馬上前少少，咁佢就有機會爭翻個位置啦。好，重複一下心水。第二場嘅心水係1號北地烈馬、2號馬池登、5號奇異歡聲、4號朗日自強同埋7號嘅川河石區。好，第二場精選嘅賽事就係第8場3班1200米，我估計步速咧都係正常嘅。咁我哋睇翻有咩放頭馬先啦。首先4號嘅超寫意啦，咁呢隻應該會埋到欄前置到嘅。另外跑開1000嘅百駿巨星，咁估計佢都會前置守到 box 位左右啦。另外外邊仲有一隻辣得準，前速都快嘅，咁呢隻 cut 到埋嚟，照計起碼可以拍住2搭超寫意嗰度放嘅。另外手機標霸排個11檔，睇佢前速夠唔夠啦，出閘快唔快啦。咁預計步速係正常嘅。好，咁我哋揀馬，第一隻要揀嘅馬就係4號超寫意。
馬匹嘅狀態咧，睇神足就好好噶啦。4歲馬仲係不斷進步緊，上場603場次咧跑第4，同組嘅輕馳千里再出都保中，水準高嘅。依家孭翻袁幸堯10磅仔上去放頭跑，形勢相當有利嘅。第二隻要揀嘅馬係10號辣得準，上場跑4班孭住135磅，都係輸少少俾揮灑自如。今次上翻3番孭輕磅117磅，如釋重負。咁如果埋到2碟嘅話，應該有你一爭嘅。第三隻要揀就係手機標靶，3歲仔持續進步啦。咁同程3 win 1披，就算排11檔都唔可以唔要啦。第四隻馬係要揀翻1號嘅八進巨星。咁今次要排1檔，照計佢應該可以坐到個 box 位。坐到 box 位呢，咁佢前邊如果係唔係放得太快嘅話，佢跟得到嘅話呢，有機會上到嚟㗎。所以呢隻要兼顧。另外最後一隻會揀嘅係長勝隊長。佢曾經跑馬地咧1200米入過冷門嘅 Q 嘅，今次第一次跑沙田嘅1200米，我估佢跑法應該留喺中間位，最後爆一段啦。咁如果爆一段前邊步速有啲嘅話，佢上到嚟入到位置一啲都唔奇㗎。好，咁我哋重複一次第8場揀嘅馬。首先4號超寫意，10號辣得準，3號手機標靶，1號八進巨星，同埋9號嘅長勝隊長。好，咁啊，今日係咁多啦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哋，多謝晒，大家好運，拜拜。